也就愛試澎湖鮮味。也就係從台灣帶過來嘅電腦壽司啦。講到台灣嘅電腦壽司，好多人都嚟到黃梨樹。下咧可以試下呢就澎湖鮮味。然後係買到麒麟花生味、麒麟花生酥、麒麟花生酥。OK， 看下，你看佢嘅樣，有瘦瘦長啊，就黃梨酥啦，一個花生酥來嘅麒麟花生酥。好食好食好食，靚啊！海豐之曉咧，海豐之曉，我放一片石杯，我石床去。P O One P O One， 我的 P O One， 我世界紀念土豆酥，日頭光海沙堡，海浪仙人掌，國有一個老船長。